大家好，豬豬姑娘把聲又同大家見面啦。上集講到最近學咗個經典港式麵包課程，就急不及待同大家分享整麵包。今次就整菠蘿包先啦，我哋一齊試下整啦。菠蘿包嘅甜包底材料就有呢啲，可以做到6個70克嘅麵團。將所有甜包底嘅材料，包括麵種，放喺大碗內混合成團。麵種嘅做法可以參考右上角嘅結連。碗內攞出嚟搓油，我就搓咗8分鐘左右。之後就轉搭麵團，令麵團容易起筋，大約搭咗2至3分鐘。滾完包好，避免麵團表面吹乾，攝氏25至28度室溫發酵1個鐘。話咁快就1個鐘時間到啦，麵團脹大咗好多。攞出嚟捲成條狀，平均分成5至6份，大約70克嘅麵團。開始造型啦，先將麵團一面上少少手粉，印手粉喺台面上防黏。用麵棍上下輕碌排氣，收完放焗盤內第2次發酵。菠蘿包脆皮嘅材料就係呢啲，可以做到6個25至30克嘅麵團。等待2次發酵嘅時間，我哋就可以整菠蘿脆皮啦。低筋麵粉過篩，拌入其他乾嘅材料。老師嘅食譜係有臭粉嘅，但係我屋企冇，所以我用咗拋打粉代替。加入豬油同牛油，拌至細塊狀。加入蛋液，呢個時候就唔好用力搓啦，因為唔想麵團起筋。起筋就冇咁脆㗎啦。用切碟嘅方式混合均勻材料就可以啦。包好放雪櫃半小時，用之前攞出嚟室溫半小時放軟就可以用㗎啦。2次發酵45分鐘左右，攞出嚟掃蛋液，準備上菠蘿脆皮啦。菠蘿皮平均分成5至6份，每份大約25至30克。攞一份出嚟滾完，放喺保鮮紙中間壓成薄片，再放上甜包麵團頂部。
之後幾個都同樣咁樣做，脆皮面再掃上蛋液。預熱焗爐攝氏180度至200度，焗13至18分鐘。每個焗爐溫度都有出入，時間上色都會有所分別㗎。菠蘿包就出爐啦！有你哋嘅支持係我拍片嘅動力。記得免費訂閱、讚好或者留言啦！豬豬姑娘嘅分享，希望大家喜歡。我哋下個片段再見，拜拜。